嚇死我了你！给我拍2张啊！哎，给我拍正面好不好？哎，这没问题。你看，看看。嗯。哎，行啊，杨大伟，拍照技术不错呀。嗯，可风啊。哎，杨大伟，你说要是这世界上没有可风的话，咱们俩会在一起吗？不会。为什么呀？可风哪儿比我强啊？可风不是比你强，是比你弱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这是一种感觉，说也说不准。但是我总觉得可风他是需要被别人保护那种。你嘛，哎，你那作业画好没有啊？没有啊。哎，你当我的 model 怎么样？哎，妈妈，来，可风来，看这儿。哎，漂亮！来，干一个。干了啊。说實話，這2年在國外啊，特別想念我們那些老同學。偶爾間做夢的時候，都夢見我們當年那些情景。在國外的生活雖然好，但總覺得不得勁兒。你就像這些菜，看上去色澤鮮豔，但吃上去一點味道都沒有。在國外啊，吃飯就是談事兒，飯就是誘惑，吃的根本沒滋味。咱倆今天也是談事兒，談的是 party 的事兒。不對，我覺得我們倆今天談的是感情。哎，你吃一塊紅燒帶魚吧，他們這兒的特色菜。珊珊，你是我的初戀，我知道這樣有點唐突。